来继续来看台北市的文昌街有一栋老旧的公寓，已经10多年无人住了。昨暝大约10点半，2楼的楼地板规个放落去，一寡下片甲阿妈头角是散甲规涂骹，共占一大半的车道。专家来研判，因为伤久无人住，这个房屋的结构出问题了。讲这条文昌街人来客去，过路的人甲车是真多，加在是暗时放，若是日时放，代志就大条了。哦，平时声到声，我叫是车祸呢，再个厝崩落来啊！想起前一暝住户犹原是心惊惊。台北市大安区文昌街这栋老公寓，伫早暗10点半时，2楼的涂骹无已经崩塌，大量的红毛土地落甲规世界，现场蒙烟散布。厝主吼足离谱，拢敢若收水水尔，拢不管啦，拢完全头拢无条啊，拢租厝的人甲修理厝。隔壁住户带我们上楼直击，坍塌的公寓墙面上原本就有裂痕，1年多以来一直变大，没想到在19号晚间从3楼的高度往下坍塌，影响的范围甚至拖到边仔车路，共占一半车道。一震动啊，就是垮下来，很老旧，早上就有那个砖块掉落了，没有住了10几年了。文昌街是台北市出名的家具街，经过人甲车拢真多。若是崩塌发生伫早起，效果就真歹设想。应该是属于加强砖造，然后由它坍塌的状况来看，主要是因为可能钢筋的锈蚀，还有早期的施工的品质不好。专家判断，老公寓的楼板敢若靠两边的砖墙，也有插帮的记载，过哪年无整修，才会化帮就帮。厝边隔壁甚至咧要讲边仔主体新起的工程，嘛有可能是崩塌的原因之一。业者是出面花冤枉，有线杆等等之类，应该不是我们。如果真的是我们的话，不会离那么远啦，做一些加固的动作而已。我们现在目前都还没开完。经过出动机构，伫今仔日早起3点50已经完成阶段性的拆除，交通也恢复正常。台北市建管处表示，会发函建物的所有权人，依照违反建筑法来处罚，卖要求限期改善，确保公共安全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